我来遮学到真侪物件，我感觉我家己我有努力过啊，对啊，我问心无愧啊安尼。而且我来其实有完成我的梦想，就是去虎门踢球，迄种真正伫咧球场上应援的迄种感觉。虽然观众只有虎门，不过我感觉就是亲像圆梦啊。谢谢老师您好，我是林颖华，麦当叫我华华。当然，第一点就是家己莫互淘汰，这一定是上重要的嘛。啊，第二点就是希望会当交好朋友，但是因为我其实今仔日甲大家熟悉，我感觉大家拢真好相处。我头一天来的时阵，大家拢讲你为虾米看起来足轻松、老实在在，我就讲。哎，啥物大风大浪无看过，就当作来耍。这是我给我就怕的，我就是为这条巴掌被认同了。我感觉拄仔华华有讲一句话，我感觉就唔共的。伊讲，伊只是想要得到别人的认同，伊嘛想要甲大家当作是好朋友、好队员。啊，毋过只是伊。做代志的方式，可能伫即个团体内底无受到大家可能遮适合，也是安怎？啊，毋过无代表讲伊伫别个所在都已经是无好，还是安怎？其实这就是社会的一部分啦。讲实在啊，就是胜者为王，败者后摆才过来啦。讲实在嘛是安尼啦。啊，讲实在这行到后壁的人才是真正赢的人。啊，毋过人生就是足侪机会啦，只失败，别个所在爬起来好。我是较唔甘露娜。啊。因为因迄姊妹啊，对毋对？安尼共听分开去，哎呀。我看等下这笑会出来袂？我是感觉，可能这个舞台暂时毋是伊的只要坚持，你会找到你家己的舞台。奇怪，啊，即摆是咧练啥？那咧做手工，家己做加油的牌仔哦。阮今日来做应援扇，每一个人拢会选家己介意的事来替家己加油。这样上歹的人，我要淘汰哦。那太牛啊！因咧做亏线，该送的时阵嘛爱送啦。我足介意黑色的，我的衣橱内底的衫，毋是黑的，就是白，啊，毋过一半拢是黑的。因为我的个性，我感觉我足黑暗的。我选白色，因为我真介意白色。我常常伫表演的时阵，我拢穿白色的衫裤。佮有一个特别的原因，就是我来到遮，我就是一个菜鸟仔，就亲像一张白纸共款。我选的是咖啡色，代表温暖甲自然，然后伊嘛会当互大家有安心甲信任的感觉，和我共款。伊阁有一个是因为伊的丝做成上滑，我感觉足古锥的，所以我选咖啡色。伊是朴色，朴色就是隐藏伫大家内底，无亮眼，啊毋过伊有特别的气质，所以我想要像灰色共款，就是虽然看起来平平无奇，啊毋过家己一个人跳出来的时阵是非常亮眼。我选的是黄色。第一个就是因为咧，我感觉黄色就是看起来就有活泼，而且有足侪迄个卡通物，拢会用这个色作为因主要的色。我是咱兄弟的啦，你看。你唔敢喂骨头入面呢？我选这个色是因为感觉色是代表希望，而且感觉色亲像我的头鬃的色共款，安尼我感觉较好看。有一句话就是讲查甫爱瞄查甫的，所以我就是最后一个选，然后就摕着红色。伤过青呀，有淡薄歹势吼。大家来走。
日子嘛是爱照过路照行啊。大家哪会拢较好做啊？举工算熬呢。咱即摆重点是我感觉因即摆有几个已经无伫遮嘛。是。煞来因会变成啥物款？我即摆足期待的嘛，足惊受伤害的。来，跳一个歌。这个舞哪有淡薄仔熟哦？对啊，恁兜的歌呢？嘿啊。淡薄仔熟呢？嘿啊，这长的，3分半都拢是一点重复。这手入面底，倒手入下骹，爱教我。得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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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得啊！练4颗。38。噔噔噔噔噔噔，嘿，主播归主，嘿嘿，跳噔噔噔噔噔噔噔，那么赶，大概已经就怪。哦，做反盖，主播对啊，主播归，哎。反正就是来下，咱连听音乐吼，先教动画。我嘛比较熟。来下嘛，我4个认4个，啊，讲这可以吼。你拢安尼？哎，就。因为压曲的感觉。人是安尼，没关系，慢慢来，我记得慢慢调吼，你的习惯。好，这个就是就是用蹲的尔，蹲的。咱即摆种有耐心的呢。伊咧教因较温柔。蹲，我就难吼，会晓。啊，你就难吼。我要蹲尔，这有是要为他弄还是为人家弄？人家弄，蹬，哎。好。你个按太只好闷啊！爱甲伊提醒啊！好，大家拄则想看到啥有问题，家己讲者。退有一个迄啦，较算难看的，够你的呼吸，你为着你要你呼吸，我才来。就是加人嘿。看甲足有的吼。哦。所以讲伊即马是队长。队长嘿。队长就是伊人缘足好的嘛。人缘较好做队长会较适合啦。啊，我之前嘛有感觉韩信是真适合做队长。人好。伊的个性较活泼，啊，伊会为大家好啊。这是安怎？这是你露天的舞吗？我呢，我无安尼呢，我都有穿衫呢。一般若看到建武迄种的，拢是 special 的。对。我介意迄种较 sexy 的动作。因大家人跳的感觉拢无共呢。真的。伊用上古锥的表情跳上 sexy 的舞。常常敢家己表演啊哦。
愈前有摕出来啊。伊本来就避暑。伊本来就避暑。较早有住伫女团内底嘛是较无共的，会带大家做伙跳。糖糖即马练舞的时阵，伊的面毋是酷过面啊。愈来愈好呢。呵呵呵。你遮感情足好的呢，拢袂还价。无啦，拢冤过啊啦。拢冤过啊，头前冤过啊。这是留落来，会冤家拢转去啊啦。哦。哎，所以我们只能在。我要选一届练舞的队长。你先客客，你敢有人想要做队长？记得哦，爱跟新总，拢无人，你哪会遮无志气啊？你会使选家己啊，好为准，好为准。啥物？我就是要唱。上一晚拢跳唔对呢，你甲大家害死。我会甲你斗3工，好，后一届就是你啊。好，明仔载换你。好，安尼一个后你俩搞我哋，俩搞我哋啊！好，后一届就是你啊！好，明仔载换你。好，安尼一个后我哋你俩搞我哋，俩搞我哋啊！俩高铁。下一次的是好。好，跟金人沙你看一下啊。草原男儿全力突破，攻击过热就有收获。将世纪。会不会你伫头前的时阵，你这个牌子会小看慢，你会安尼慢慢说，但是你第2摆做的是对的。像你伫一开始的时阵。你的手会安尼海，就汉堡包共款，就是伊的手。你家己拢无笑量。做队长的时阵，迄个气势。无共。伊咧教，敢若就较有要求哦。牌子有小可无共，建舞会较好。啊，糖糖你手爱伸土地，每一个动作你的手爱伸土地。哇，面唱歹。上无想要讲是的，如果是我的话，我感觉是有回文。他原本有一个 MVP 跟一个想要共识吧？这样2颗球，然后2颗球被扣光。我觉得一定是回文，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他一直很执着角度的问题。伊认为讲是因为我太过追求细节，然后就讲了一句说：“好呀，你不要那么多角度这样。”然后他就开始哭了，但是我没有而已。因为幼莹较少年，伊是上细汉的。佮少年的时阵，拢会较无想要宏观，伊家己的想法会较济。因进前拢互相感觉无想要甲伊做伙，你知无？慧文甲幼莹拢无想要甲对方。啊，即摆变成慧文咧甲教的时阵，我惊伊会不好，因为伊跳较好嘛。其实我感觉做家己就好，毋过。就是安尼。都是高吗？都是这样，都是高。啊，因为就着到这的时阵，你的手爱伸土地，对，破这对，这看较多看着，对，一直安尼，手无连调的啦，是分开的，哎，对，分开的。啊，不过我无只哦，你看伊的头，伊是我，伊就位。安尼就是，好，就是我。第2，对，你也。咱讲就好啊。等，慢慢讲。咱讲就好啊。好。就是嘛，会使同别人讲，我有对做了不好，有对是需要改变的所在，去甲大家磨合。这个，你赶快先告诉我们，
大汉的感觉哦。我当作伊不爱插伊。因为伊进前拢是，反正我做好我家己的代志就好啊，其他我爱管。啊，毋过即马伊有团体的感觉啊。安尼有感觉即个上细汉的妹妹大汉的大汉的感觉哦。面熟啊面熟哦，这条路我敢若定定咧行哦。哎，领导，领导。嘿，无啊，我无伫桥段看过因呢。啊，经理无伫的时阵，看伊的表情，敢若足轻松的，应该有练好啊。应该有，应该有。表情训练迄个点。因即摆咧做的都像第一集、第二集拄着高潮表情管理。因连妆拢有淡薄仔无共安尼。表演的时阵都会丢丢。这真是一个不好看。我要死在热天就穿过它。那我们待会在跳舞的时候，我们第一排的位置会是这一块帆布拉开之后会是全部是红土，就是这个红土跟草皮的交界往后退1到2步，那就是我们第一排人的位置，这样大家有了解？了解。了解。外面可以拜这些头。Go。讲伊要去拜码头，毋知要去找谁拜码头。恁朋友，恁朋友，系啦，爱甲老师拍招好一个啦。安尼要来练舞哦。好来，咱准备甲学姐做伙甲做啊，甲赶过去。好来，开始动作。学姊要搁甲雕一下。啊，伫这进前爱先盘刀啊。你嘛是安尼吗？对。哟。嘿。好，咱先徛摆位。做起来啊！你要先拍到。来跳啊！好，我哩，好，安尼就好，安尼就好。做起来！我无法度，我真正安尼啦。你好，结婚。1、2、3。您好，我是辣天女孩。辣天，自我介绍，台语要讲来。自我介绍。自我介绍啦。我叫Q E， 你叫我阿 Q 好啊。阿 Q 跟阿西 ，OK。我叫芬姨啦，芬姨，你好，嘿，大家好。两位先辈。比你较老吗？敢有比你较老？差不多。应该有吧，阿 Q 应该有比你较老吧？都一个比你较老？敢有比你较老？比你较老吗？莫讲老啦，算较久啦。较久，因为即摆因两个是阮即摆的队长甲副队长。哦。爱对型吗？当然咯，这是一个表演。即摆就想讲，恁即摆我即摆要上上台啊，要上台啊，要开始表演啊哦。嘿，爱笑的爱笑哦，吼。无爱互恁看镜子啊。哇，哇塞！哇，哇塞！啊，韩星来来。
拢无表情哦，偷看。应该是还未练习的啊。无像一个团体，对，看起来无当无成一个团体。嘿，就是恁家己跳个人的安尼。家己跳好就好啊啦，其他人插伊。好，阮阁有时间。嘛，其实嘛讲要无时间啊啦，因为嘛剩几工尔。但是阮今仔日来就是咧帮助因嘛。嘿，爱调整一个表情的一边，动作爱训练的嘛一边。阮兜阿 Q 吼，对跳舞较严格，会晓吼，真正的。啊，毋过吼，阮迄个副队长吼，伊的表情有淡薄仔较含淡薄啊啦。伊讲表情甲伊的姿势，拢爱练。对。看较低就嘿，就是安尼，问对，你就毋免去管迄个镜头。啊，迄个日头伤大，目睭眯袂开。看头壳会使，啊，毋过嘛是爱有当时爱迄个你的目睭爱看头前哦。有看头前的那个对袂开啊。你爱伫遮啦，遮就压。会使，咱好像做这种练习嘛，都不乖。咱来模拟一下外口这个温度吼，汗流落滴咧目睭，要安怎跳来？切，嘛袂使互恁切呢，恁咧表演恁是要安怎切？老公，填掉，填掉，填掉，剪什么？剪掉？一个填掉。一个，安尼我做其他这个表演的呢，做想要看的呢，你安尼跳咱来实战演练一下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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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我袂走，啊你是要走迄倒？啊，哥啊，种第二节你嘛是爱笑，你不要你，安尼袂使哦。啊，总来跳，比如说你有这个动作对无？来顺点，第二，来顺点，第二，这应该不是攻击呢。安尼要创啊！伊的意思是讲吼，你手爱动来遮，动起来用动作甲头头安尼。比如说离腿边啊，对，啊你啊多迄个喙骨多打起连掉的啊，就真实。啊，还有啥物会使有离腿边啊个？我只要帮你手骨也点，你会使吼，把骨力打起啊，你的喙骨打起啊。这是真可以用吗？这样可以无好看。你讲爱看头前，然后就你啊。那个无呢，再给破。你也有够啊啦，你不可能一直撩掉的啦，你是多大？你是吹开我很高啦。来，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你有感觉恁三个有整齐吗？因为我的团体有悬有低，所以恁蹲的时阵就要看力都要较低。好，我们来雕舞。你有学仪态课吗？无。好，我即马教。挺胸，你们都驼背，5、6、7、8，走，1、2，停，1在哪里？1在这。你手啊，你有目睭吧？哦，哇，你的角度刚刚，你会安尼，对，安尼袂使。啊，你蹲马步，你目该够较低，下去。3、2、3、4，手要伸直，停。1、2、3、4，身体在哪里？手来，1、2、3、4，这个什么拍子？1、2、3、4。阿 Q 的声有愈来愈大呢。1、2、3、4、5、6，怎么了？别乱起啊！乱跳吗？这就是下水伫边仔的时阵。你就会感觉足紧张。
好来啊，迄个音乐甲走落去吼，啊，等一个迄个镜头拢爱看到哦。好来，马上来准备哦。哦，你看，这是有调过的哦，对不？有无手拢平悬？哎，但是我感觉蔡娇的表情嘛袂歹，无输就侪。因为吼，阮啦啦队就是安尼，就是不管你的心情，还是你的状态安怎，你拢爱笑，互人感觉你活力四射。因为你的心情会感染别人，别人袂去想你安怎，啊，别人会感觉你是在跳啥。球迷嘛同款，甚至他们的体力比你较强，所以你爱表现出你完美的迄个状态，用一个你是来感染别人的心情去做这个工课。哦，有呢。你看波波嘛就好诶。幼婴嘛笑了就水的。这条歌无简单，是这条歌算长的，对，差不多1分半到2分钟，我感觉有够算长的啊。而且这条是阮的呛词，就是你若是一直按打，你一直跳，是哦，跳袂停就对啊。成功吧，要是成功吧，家己成功啊，先家己做 ending 啊。耶！我们球场见，丢机。若是阮干那练一届，你爱来练50届，因为伫中央跳，干那一届尔，无就无咯。学妹很简单，跟着学姐走就好。常常过会缀咧唱安尼。你只牛的头前是琴麦哦，我感觉琴麦伊的表情有变化呢，足好诶。真正。我感觉琴麦表情足好诶。无输。哎，袂输恁学姊哦。这我莫讲，这我莫讲。你点点？我点点。啊，不过伊真正跳得足好，嗯表情啥物拢足好诶。也很好看。让你喜欢。哦，你嘛有记得哦。我真不是安尼嘞。咱拢爱甲伊牵进来。我们是同派啊。好，这是剑宇。
所有人面对里面拍这个，哒哒哒。对，你是面对糖糖面对里面，面对里面。对，他 solo， 他自己收，看他怎么收都可以。剑雨 solo 哦。好，5、6、7、8，进来加，哒哒哒哒哒，梆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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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梆。好，这个时候你要边跳边换动作，意思是你边跳边 solo 来，所以有2个人会 solo， 就是你跟剑宇。好 ，OK 吗？你要 solo 着，其他人来。这里有改动作，刚好右营跟请你们要一起做，往前指的，面对前面。对。但是时阵我一直在练舞。嘿。伊就甲我讲，伊已经讲第二摆啊，我一直在练舞，伊就讲，你去洗身躯啦，你莫搁练啊，我就。好啦，姐上下上，我上。别搞回心嘞，够物化别人的立场。无法讲啊。对不起，你把谁在多想爱我啦？我跟你讲，我伫咧拼。伊就讲，你爱去洗身躯无？你明仔载会袂赴？我就足歹的甲伊讲，这是我的代志。嘿，对我讲，你讲袂赴是我家己的代志，关你什么代志？关你什么代志？你敢知？来啊！你敢知我伫边仔听我嘛足生气的，然后你一夹出去，我就甲糖糖讲，伊拄则安尼甲你讲，我就讲袂爽。来哦，叉腰啊！伊即摆会压起来哦。我就是感觉已经做完啊，然后你搁一直伫遐练，然后无去洗身躯，你嘛无出去准备物件。那我俩真讲你是要赶我走，你要我要叫你去洗身躯啊！我就是真正今日你会袂赴，因为你足傻的。你真正足傻的。我知影，但是我迄个时阵，我的想法是讲，我的舞若是无练了，我会觉得就我没练完这件事情对我来说，就是因为我知道在就是早上的时候我一定会起来，我绝对会起来，但是对我来说，我觉得把舞练完这件事情很重要。我有人问我说，我到底只练几天啊？就算我只练1天，然后我跳不好，他们看到就是我跳不好啊，就是我是那种。我会熬夜把一件事情做完，对，然后对我来说这件事情就是比收心更重要，就是我会宁愿就是我整晚都没有睡我也没关系，但我就是要把舞练好。我完全体会伊的想法，但是我嘛体会边仔人感觉，造成压力的感觉，我嘛我都体会。对。我感觉我家己较含慢啊，所以我会就怕拼，但是压就是很气啊，但我知道你就是压力很大。我当下其实有想到他，就是因为他练我很累，但就是累你才要休息嘛。对啊。下次知道。没事啦，这只是一件小事情而已。好，抱抱，抱抱和好，快点。他没洗澡。他没洗澡。我对糖糖有洁癖。没有，他原本不恨我，如果我这样抱一下，等下更恨。哇，你们握手手，你们握手手。你用刚刚手，现在洗手。你很严重，就握个手而已。那你隔着毛巾握。等一下。
真正是每一个人对于这种方式的看法都无共啊。心内有话就是爱讲出来，因之前无讲，一直伫遐偷靠伫遐冤家，伊即摆咧讲出来，毋就好。所以我感觉开文啊，你爱放互轻松，大家人拢会等你，但是有当时啊咧等你的时阵，有无？可能你造成别人的困扰的时阵，你家己莫小反省一下。小调整的。所以有时阵是家己感觉无够，但是别人无一定有够啊，别人看起来反正已经有够。要求完美啦。你啊问大家。但是我看到因即马安尼，我就甲话吼直接讲，之前放心内嘛。之前拢无爱讲。因即马直接讲出来啊。而且是伊甲糖糖两个拢无爱讲的啦。这就是进步的时阵啊。好，剑宇那件太炸裂了。炸裂男孩啊！今天你来到永乐起旅，我呢伫永乐市场的一楼，就是要来进货，要来做衫。它这一片会这样子哎。做半截那种网子式的，你要这么低？你要若隐若现，要不然我大概加洗。哇！哦，伊甲我用这透明的啦。那是网啊。头人呐，你边仔咧头人呐。好害羞！已经在跟那个女人秀。等下爱记得哦，中央就是啥？迄个红头对无？嘿，长长的红头，过来边仔两条白线，绝对袂当甲搭上着，就是安尼。好，等下加油哦 ！OK， 加油！我们准备上场喽！大家来！ 进前一直感觉讲要徛去球场顶悬表演是一件足困难的代志。即摆这条路足长的，啊，毋过伊一定会记一世人。我无想到我家己的一天来遮跳舞，我拢无啥甲人讲话，因为我就慌张的。是别人拍到菜鸟的第一个所在，就是大家熟悉我的一个所在。我感觉就是上尾啊一段路尔，福气。 是一群追求梦想的年轻人，努力不懈，成为直棒。大家高啊！大家吼。乐天女孩一起跳出他们第一支的直棒开场舞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就欢迎乐天女孩以及参加们带来热情的开场表演，欢迎！本来跟你考啊！在考啊！囡仔大汉啊！ 这是一场梦的，这无真实。我感觉是梦想的开始。
本是对我家己做无自信的啦。我原本是跳舞拢是看天花板的。然后我是当药师，紧张无？有一点，紧张啊。好，咱即摆准备跳舞。若是伫棒球场表演，恁的观众是头前，毋是伫下骹。我即摆会使看观众。我真多谢家己的勇气，甲当初迄无放弃。在成长的过程中，真多谢身躯边每一个甲我加油的人，然后真多谢家己，嘛多谢大家的陪伴。袂歹。真正看到蔡超啊大汉啊吼！我规身躯去加舞陪，你看即马长啊，偌自然，笑甲偌自然的。我的心情是真正是足感动的，因为我感觉讲我会当徛伫遮。要考！刚刚你台有无去考？彩排的时阵，我徛起拢唔敢看观众，我惊无人熟悉阮啊，是要甲伊挥手要创啥？毋过后来咱徛起的时阵，我甲伊挥手，伊嘛会甲咱翕相，嘛会甲咱挥手。因为我感觉是观众互阮的回馈，我感觉安尼我以后咧面对迄大场面的时阵，会搁较自然。我伫咧跳的时阵，就感觉我是伫咧做面包，无面包，我伫家己拢无跳唔对。拄则是毋是有人跳唔对啊？敢有我无看啊？有吗？跳唔对的时阵，我是头一个，我就看到劲舞，因为伊哭起遐，只有我安尼徛遐，耶！你拄仔讲跳唔对的哦，韩星真诶就好笑的啦，伊爱来做谐星，我甲带啦。我带来做迄个笑科的啦，应该红。伫中央跳，敢若一届尔，无就无咯。你看伊跳唔对，电脑叫用记起来。还好啦。真的吗？我要2分钟你要 solo， 看再重来一届，看一届，再跳一届再咯。我迄时阵摕着的时阵，我的想法是，因为保守嘛是唱起来伫后壁，拢看着，拢看无，甲阮咧追求梦想的是共款，就是大家看到拢是迄光鲜亮丽的一面尔，啊，毋过我拢伫后壁默默的努力，跟默默的付出。我反而下来的时阵，搁较紧张，因为我跳唔对。但我了解伊来，我了解伊，就是讲你是女团出身的嘛，就是像我嘛是男团出身，别人就会讲，啊你跳舞上 OK 啦，拢免烦恼你啦，别人烦恼别人，啊伊就会感觉。你你伫个身躯看到你家己哦，你较早嘛是心内压力啦。你有去用玫瑰对无？是吗？啊，看来是有啦。人讲，啊你唔足够，啊为什么你你之前是团体的？嘿啊，而且你哪会跳唔对，你上后的代志你拢做无好。啊你会当做啥？嘿，对。有当时啊，因其实无心，伊是大家拢笑啊，讲不要紧啊，不要紧。啊，毋过迄心内压力只有家己知影。有时阵是讲生笑的，但是你对，家己的。人是讲生笑，啊，毋过因为你家己知影，你会感觉讲，为虾米我按即届那入死去？对啊。
就是失败要做成功，因老母进前有一个原则啊，就是你袂当放弃。哦，因为你若放弃失败，就真正失败，因为你无后摆的机会啊。嗯啊，是。啊，迄个经验，哦，你边有成果到？你即摆敢若应援团啦队比得面有念物件。歹你莫去掉，你拄安尼较水。哦是吼。你拄安尼较。我咧看你甲慧文结拜好啊。你做伙考对啊，所以我感觉对因来讲，安尼应该是算完成梦想安尼。我看到因虽然讲。可能我嘛无讲跳甲变做厉害，啊，毋过我学会晓甲别人配合啊。是。比如讲幼云遐，我看到伊对家己做好就好啊。我看到伊开始会去关心别人，会学晓甲人合作啊。对。啊，有个人感觉家己本来就厉害，一点仔错误伊就无法度接受啊。对。啊，因即摆嘛发现讲，原来迄错误足水的。我感觉这团菜鸟啊。这个月内底进步非常多，变化足大的呢。我感觉因拢变我家己的查某囝的感觉。今仔日虽然讲伫咧完成伫咧恁乐天的球场完成这个梦，啊，毋过其实这是只是一站尔。只是其中一站。这只是人生其中的一站，而且其中是后壁佫有足侪站的啦。你只要莫放弃，你拍拼迄个过程，总有一天都有人会看到。像因这拍拼的过程，咱拢看到啊。咱应完了，就是有一个更较大的任务，就是要去台湾，不管是大还是小球场，搁应完。没有人要理我，我错了。稍微小聊一下。你讲啥？我买拍。这个凶猛，我卡了站的，我叫你等去台湾。